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ir Henry。工人姐姐就快到埗咯喎，各位僱主，你哋準備好未啊？好多新手僱主都有個誤區，好多僱主都認為咧，哎呀，等咗工人到咗先算啦，到時先叫佢一齊執屋咯。千祈唔好啊！哇，如果姐姐第一日嚟到，見到你屋企亂七八糟，連自己瞓邊都唔知，佢會覺得好彷徨，甚至會影響佢對你屋企第一印象。所以我哋今日第3集同大家講，工人姐姐到埗之前，僱主要做嘅7件事，幫你輕鬆迎接姐姐入屋。第一樣咧，最基本嘅咧，梗係住宿安排啦。請記得，姐姐咧都需要私人空間，盡量咧就安排一間獨立房俾佢，唔好將佢間房當做雜物房啊。基本設備一定要齊，一張舒服嘅床、衣櫃、風扇或者係冷氣，同埋窗簾。將心比己，姐姐瞓得舒服，第二朝先有精神幫你湊 B 同埋做家務。第二，家居嘅用品，我哋建議僱主買一套姐姐嘅專屬餐具同埋水杯。另外，清潔用品好似地拖、抹布同埋各種清潔劑都要準備好。最好咧就買定啲貼紙喺啲樽上貼翻啲中文、英文，最好咧就有印尼文同埋菲律賓文嘅標籤，就唔會攞錯洗潔精去洗廁所啦。第三就係食物安排方面，呢個咧就係好多僱主關心嘅問題，究竟咧係包食好咧，定係俾膳食津貼好咧？咁膳食津貼咧就係1200蚊度啦。其實姐姐咧喺而家香港嗰個物價上咧就係唔夠嘅。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你哋食乜嘢，佢哋食乜嘢。咁啊，最好咧就係將煮完啲餸啦，或者係湯啦，咁未食之前俾一份隔開俾姐姐。如果你哋係包食嘅話，就事先一定要同工人溝通清楚。姐姐可唔可以自己煮？雪櫃有啲咩嘢係食得，有啲乜嘢係唔食得？仲有要留意姐姐嘅宗教限制，例如印尼姐姐多數都係信奉伊斯蘭教，係唔食豬肉嘅喎，呢啲一定要互相尊重。第四，工作指引，呢點係超級重要，千祈唔好假設姐姐乜嘢都識做，每個家庭嘅習慣都唔同。我哋建議大家準備一份中英對照嘅 checklist， 寫清楚每日每個星期要做嘅家務嘅先後步驟，煮食嘅要求，甚至咧要照顧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嘅細節，白紙黑字寫低，姐姐跟住做就好清晰㗎啦，可以減少好多無謂嘅誤會。第五，溝通嘅工具，頭幾個月語言不通係好正常嘅，大家預先可以喺手機 download 定翻譯嘅 Apps， 例如 Google Translate 語音翻譯其實好方便，尤其是有 AI。另外可以開定一個家庭嘅 WhatsApp 群組 for 姐姐，加埋佢入去。最緊要整一份緊急嘅聯絡列表，寫齊你哋家庭成員嘅所有電話、保安電話同埋報警號碼。咁你可以貼喺雪櫃面嘅喎，等姐姐咧有乜嘢事可以求救。第六，法律同埋行政文件。姐姐到埗之後，你哋就算買咗保險，都要同保險公司確認有冇收到佢哋嘅確認信，已經保險生效。仲有你要確保姐姐嘅 body check 係冇問題，同埋 agent 有冇幫佢約做身份證。呢啲嘢記得要放落 checklist 啊。小提示啦，咁我哋公司會送一張電話卡俾姐姐嘅，你到時記得問翻姐姐佢嘅新嘅電話號碼，方便聯絡佢。最後第7點，亦都係最核心嘅一點，就係我哋嘅心理準備。工人係我哋嘅好幫手，佢哋咧唔係萬能俠，亦都唔係機械人，佢哋需要休息，佢哋需要放假，更加需要 for 尊重，因為佢係人嚟嘅。頭1個月咧，絕對咧係磨合期，大家咧生活習慣唔同，一定會有摩擦。如果咧遇到問題咧，最好咧就係心平氣和咁溝通，唔好死忍難忍，同埋咧唔好做錯就即刻鬧佢，俾啲耐性，教多幾次，姐姐一定會做得越嚟越好㗎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講咗7項準備，咁我哋金女送會提你哋買勞保啦、檢查身體啦、幫工人做身份證啦、開電話卡啦，或者係到屋企前嘅 briefing， 我哋都有呢個服務嘅。我哋會幫你跟進晒所有繁複嘅手續，確保姐姐順利入到你屋企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金女送，揾我 Sir Henry。下一集呢，咁我哋會講下工人嘅起居飲食嘅安排，教你點樣同姐姐建立良好嘅僱傭關係。想知咧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撳隔離嘅鐘仔啦。準備做得足，工人做得舒服，你都會開心啲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